紅魔精神，你真係估唔到由佢帶起。下一場102分鐘史詩式9個入球嘅比賽之後咧，我哋恭喜曼聯進入歐霸杯嘅4強啦。我哋講3點，第一點咧就呢場波幾瘋狂、幾戲劇性；第二點咧就來自法國嘅里昂，作為作客球隊啦，絕對能夠昂首闊步啦離開奧脱福。第三點，曼聯迷一定要聽到最後，你哋估唔到呢一場波紅魔精神竟然由佢帶起嘅。我哋先講呢場波咧幾瘋狂啦，9個入球啦，有5個波係加時㗎。咁呢5個波當中咧，各一個12碼。咁另外曼聯上半場啦打得好好㗎，包括埋啲補時階段入波啦，2-0領先。咁但係下半場咧突然間熄機，各踢半場好波啦。里昂法定時間追到2-2，但係2-2之後啦，去到89分鐘，里昂有份入波主將杜利素啦，就因為回防啦係勾低咗咧，突然間上前助攻約羅啦，攞咗第2面黃牌啦，被逐離場。因為咁樣里昂咧有最後嘅超過30分鐘啦。係打少過㗎，咁另外里昂點話咧？開昂首闊步啦，佢哋下半場啦，教練方石卡好嘢啊，換咗2個球員，一個就新比利時國腳啦，米力科芬拿打左翼啦，咁原來比利時啦，新嘅翼鋒啦，唔單止曼城嘅道古呢個球員入到嚟啦，翻江倒海，建立咗好多啦，係屬於里昂嘅進攻。咁此外啦，前亞斯路嘅射手拿卡食迪老將㗎啦，但係下半場入到嚟啦，係完全改變咗啦里昂進攻嘅深度。好啦，加時啦。以為呢個咧就係米力克科芬拿啦，105同埋108分鐘啦，做一個助攻，又做一個點球啦，令到里昂領先4-2。以為曼聯冇㗎啦，但係因為里昂啦打少個，去到尾段啦完全冇晒體能啦。咁而曼聯打多個啦，有2點㗎，一就係馬古尼咧最大多個中鋒啦，當然佢頂入啦係致勝嘅入球啦。但係頭先我哋話紅魔精神，你真係估唔到由佢帶起。卡斯美路，曼聯換咗6個人啦，但係好嘢啊，有默契有信任，亞摩連咧都冇換到啦，就卡斯美路啦。結果曼聯又落後2-4啦，到反勝5-4啦，3個入球全部直接間接都有卡斯美路嘅份嘅。當時咧已經係第121分鐘，已經加時嘅補時嚟㗎啦。當然啦，10人應戰嘅里昂啦，喺再補多5分鐘之後啦，都追唔到啦。回想翻。卡斯美路咧有段時間咧，俾我哋感覺已經意志消沉啦，係唔想踢㗎啦。但突然間佢3個月之前咧就話：各位球迷，曼聯會科唔好誤會，冇沙特嘅財團啦揾我。當時咧我哋都話啦，以卡斯美路咁嘅狀態，邊度會有人揾佢啦？但係佢立下盟誓，佢話啦：我願意留低，一來為自己啦，要完成埋咧就一路到2026年暑假嘅合約。另外啦，我仲有㗎。問題就係亞摩連唔用我啫，我努力去練波，然後證明到自己啦。你要用我，結果出現啦就琴日連續3個入球，包括博一個12碼被 B 費入，追成咧3-4啦，跟住由4-4嘅助攻俾到咧就賣路啦，然後5-4嘅助攻啦係俾到大頭馬古尼啦，係門前頂入。結果咧我哋睇到呢個老將咧最近嘅個幾月嘅狀態咧一路都係飆升啦，由表現得麻麻地平平無奇啦，到最近越嚟越穩陣。咁而到今朝早啦，102分鐘啊，講笑啊，仲要加時啦，能夠做到3個波。卡斯美路請受我一拜啊！而紅魔球迷，你哋又估唔估到本季最珍貴，亦都係最貴嘅呢份紅魔精神啦？最尾卡斯美路個貢獻原來係咁大嘅。